在中国官员宣布多数所谓教育培训中心拘押者已回归社会以后，大赦国际等组织和维吾尔团体驳斥了中国当局的说法。国际特赦组织东亚部负责人尼古拉斯·贝克林说，中国正在做出欺骗性和无法核实的言论，徒劳地试图消除全世界对维吾尔族和新疆其他少数民族成员大规模拘留的担忧。他表示，大赦国际没有收到任何大规模释放的报道。他补充说，中国当局应立即允许联合国人权调查人员、独立观察员和新闻界无限制地进入该地区。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大规模任意拘押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在集中营里进行思想转化和同化，并实行集体处决政策。另一方面，有大量拘押者被秘密转押到中国内地监狱。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些维吾尔人与其他被关押者隔离，被单独关押在高危电区或者重刑犯局，而且经常遭到殴打。只要狱警认为哪个人不听话，随时就可以击毙。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埃博拉病毒疫情爆发以来，该国已有1709人丧生。与此同时，南基伍省出现第一起埃博拉病毒疫情，该省15人因埃博拉病毒的风险而被隔离，其中7个人是从果马市的医疗中心逃过来的。根据卫生部的最新数据，到目前为止已有1709名埃博拉病毒死亡。中国当局将其在东突厥斯坦的反伊斯兰政策开始扩展至中国其他地区。路透社报道，中国首都北京市政府已下令清真餐厅和摊贩必须将招牌中与伊斯兰教有关的阿拉伯文字和符号删除。这是中国不断迫使穆斯林社群中国化的最新行动。路透社期间访问了北京11家贩卖清真产品的餐馆和商店的员工，获悉官员告诉他们删除与伊斯兰教有关的图像，例如星月符号和用阿拉伯文写成的清真一词。来自各办事处的政府工作人员告诉北京一家面馆的经理，必须掩盖店铺招牌上的阿拉伯文清真，然后在一旁盯着他行动。在美国当局终止 F-35项目后，40名在美国接受培训的土耳其飞行员和工作人员返回土耳其。美国国防部宣布终止程序正式开始。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防空导弹系统，使美国和土耳其之间的 F-35计划陷入僵局。